给我把他们拿住！太太，这是怎么了？母亲，我们是做错什么了？这个，你应该认得吧？小姐，十一娘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私卖绣品！罗家是短了你们吃的，还是短了你们穿的？大太太，我们一定不敢的。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误会？这绣品是从仙灵阁拿回来的，做不了假。母亲是不是误会了？仙灵阁的简师傅是女儿的恩师，女儿只是想将这些绣品拿去请师傅指点。那好，我这就把简师傅叫来对质。太太，要怪就怪我吧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看到十一娘的绣品精美，便让她拿去换钱，是我太贪心了。您要罚就罚我吧。不是，全是奴婢的错，是奴婢偷偷将小姐的绣品拿出去卖的。大太太要罚就罚奴婢吧。你们在胡说什么呀？既然你们都承认了，那好，来人，把他们俩各打20板子。哎，母亲。许妈妈，在，给我数清楚了。是。1。娘。母亲，是我的错，绣品是我卖的，跟他们无关啊。2。十一娘，你不是没有错吗？母亲怎能罚你？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您要打就打我吧。3。十一娘，今日的事儿是做母亲给你个教训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。4。在罗家，我就是规矩。5。6。母亲，女儿真的知道错了。从今往后，女儿定当安分守己，绝不敢再逾越。十一娘，知道你就是明事理的人，今日之事就罢了，再有下次，定不轻饶。